后来讲这个郭文泰、郭台铭甲王金平合作的可能性是愈来愈悬咯。郭文泰现在拍出着这个正面的答案，但是针对见面的时间、地点、形式甲议题，拢讲伊无意见。那郭台铭的阵营嘛讲，无排除这礼拜就要互三边的幕僚先来举办着会前会。阿公阿嬷真活泼，咧跳舞，推广台北市敬老卡扩大使用。台北市长郭文泰是不是要求中陪票？我跟你讲，为了这个，我在怕人家怀疑。他本来说，要不要10月开始？我说不要，还是照年度预算。伊讲毋是为着选票，不过伊参选2020总统呼声不断，甚至也阁传出伊要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、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要见面。这个大概给幕僚去排时间吧。那这个坐下来谈一谈也好了。这个大家就干脆有关的人，大家坐下来直接交换意见了，看看大家想法怎样。有没有知道这些董事长这边就是可能幕僚先见面这样子一个邀约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。另外一位男主角咧，郭台铭方面，伊嘛证实讲无排除这礼拜幕僚会先来一个会前会。即马郭郭王三个人合作，团结不断，是毋是要支持郭台铭出马竞选？郭韩蔡三人，郭台铭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人选吗？这个都可以讨论啦。不然老实讲，如果以选举的策略考量呢，柯文哲选胜率最高。他有信心最好，这个要跟3个人比的。2020总统大选，是不是出第3组候选人呢？就等会面了后会更加明朗。